向南弟弟，你没事吧？林峰，向南弟弟，你怎么能拿家里的钱呢？我是爸妈最爱的儿子，家里的钱我想拿就拿，你管我？爸妈马上就回来，你快放回去，不然他们会生气的。听话，放回去。贱人，你怎么这么烦人？放回去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我！贱人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林家真少爷又怎么样？你从小生活在贫民窟10几年，你根本比不上我跟爸妈的感情。我要是你，我就该死在贫民窟。去死吧！大姐，今年春节你都买什么好吃的啦？糟了，爸妈怎么这时候回来了？救我！救我！快上来！赶快回家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过个团圆夜。哥，别再打我了！大姐救我！救我，大姐！救我！向南没事吧？林峰，你为什么把向南推进泳池？不是我，大姐，不是哥哥推的我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掉进去了，还弄湿了爸妈的钱。向南。这是我放在书房的钱，怎么出现在这里？林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要偷家里的钱？二姐，不是我。二姐，真的不怪哥哥，是我贪慕虚荣，想拿家里的钱出去花，被哥哥及时发现了，他想阻止我，所以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真的不怪哥哥。好了，向南，你别替他遮掩了。我们不是瞎子，刚才的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可是我们弟弟，怎么可能会偷钱？也只有像林峰这种从贫民窟里出来的货色，没有教养，不知廉耻，才会干出这种脏事。二姐，闭嘴！不许叫我二姐，这2个字从你这种人嘴里说出来，我嫌脏。真的不是我，逆子，还在撒谎，还不赶紧认错，然后向向南道歉。爸妈，你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够了，林峰，你看你把向南害成什么样子了，你竟然还死不悔改。早知道你是这种秉性，我就不应该从贫民窟把你接回来。向南，没事，大姐。哥哥，我知道我不该出现在这里，但我已经在这生活20年了，我离不开爸妈还有姐姐，他们都是我的生命。向南，不是我。向南怎么样？向南，你，向南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不是我。你竟然还死不悔改！好，我赵婉没你这个儿子，你给我滚！给我滚出林家！哼！妈，滚！向南，快进屋换身衣服，咱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过春节，吃团圆饭。别难过了，大姐带了新年礼物给你。向南别害怕，坏人已经被赶跑了。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！林峰，你说你好好的待在养父母家里多好，
干嘛非得来林家跟我抢东西？你爸妈爱我，你3个姐姐也信任我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现在，就算是你死了，他们在乎的也是我。如果有来世，我再也不要讨好任何人。竟然还死一回教，不知廉耻，真的不是我！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记得我被我的好父母、好姐姐赶出了林家。没事。然后被林湘南开车撞死了吗？林峰，向南脸上的伤是你打的吧？难道我重生回到3年前了？爸妈爱我，你3个姐姐也信任我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爸，想必哥哥也不是故意的，您就别再怪他了。你脸都红成这样了，怎么还在帮他说话？林峰，我告诉你，向南永远是我的弟弟，就算你回来了，你也别想赶走他。自从你回来，不是偷家里东西，就是欺负向南。你养父母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吗？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我怀疑亲子鉴定报告是假的，他哪有我们家半点基因？上一世我刚被认回家门，就被林湘南这个绿茶各种污蔑。林家人也是偏听偏信，不论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用解释了。没错，林向南是我打的。你，林峰，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打向南！我打了，又如何？向南可是你的弟弟，你怎么这么混蛋？我混蛋又不是1天2天了，你才知道啊！林峰。没想到你居然无法无天到了这种地步，给我跪下！如果我不跪呢？那我就打到你跪！自从我回到林家，这个杨子说什么是什么。你是否问过我一点委屈？你相信过我吗？你没有，那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育我？我不顾养父母的反对，一心回到林家，想要报你们的生恩，可没想到，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比不上一个抱回来的养子。既然这样，这生恩我不报了，你们这些家人我也不要了。哥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你要怪就怪我吧，是我不该出现在这个家里。你要是有气，你打我好了。我是该打你。林峰，这一巴掌我打你鸠占鹊巢，抢我家庭；这一巴掌我打你颠倒是非，辱我名声；这一巴掌打你心肠歹毒，害我性命。林家这一切我都不稀罕。林向南，你喜欢你便去拿，但你欠我的你一定要还我。住手！向南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往后，我和林家再无任何瓜葛。林峰啊，林峰，你在林家待了这么多年，最后连顿饱饭都没吃上。姐，你亲生父母来接你了，确定要跟他们回去吗？
有了亲姐，可别把我这个从小看你长大的姐姐给忘了。以后要在外面受了委屈，给我打电话，姐一定帮你出气。姐，弟弟，林家怎么把你害这么惨？姐找他们算账去。姐，我累了，咱们回家吧。姐带你回家。喝点姜茶，驱寒用的。谢谢姐。客气什么？你可是我们柳家养了10几年的小少爷，只要你还肯认我这个姐姐，让我把命给你都可以。姐，有你真好。你跟林家断绝关系之后，你打算做些什么？姐，还有1周的时间就要高考了，我打算重新参加高考，再次书写我的人生。你打算参加高考？但我听说你是被林家逼着退学，已经1年没去学校了，再过几天就要高考了。你确定不再备考1年？姐，我有足够的信心能够考出好成绩，一定会成为你和爸妈的骄傲的。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，就算你考的成绩不好，你永远是我们柳家的小少爷。哎呀，放心吧。上一世，我为了讨好林家错过高考，断送了自己的人生。这一次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大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林峰那个小杂种把向南给打了。什么？向南，林峰呢？那个小野种，打完人就离家出走了。这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他居然还敢离家出走！向南啊，过2天你就要高考了，多吃点，别饿着。谢谢爸。林峰这2天也要高考，你们有谁去联系他吗？大姐，你不用管那个小杂种。林峰想用离家出走这种手段吓唬我们，以为我们就会求他回来，简直做梦。二姐说的没错，林峰就是惦记我们家的钱，他肯定不舍得离开我们家。他既然想试探我们的底线，那我们就干脆晾着他，等他闹够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这次回来，谁也不准给他求情，我就要治治他身上的臭毛病。爸，估计哥也是一时冲动，说不定高考完之后就回来了。他打了你，你还为他求情？他要是有你一半优秀，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难道林峰离家出走是有什么原因吗？小雪，林峰的房间在哪儿？大小姐，林峰少爷的房间就在地下室左手边第1间。那不是杂物间吗？大小姐，林峰少爷从回来之后就一直住在杂物间，那没有床和窗户，他就只能铺地铺。一直铺地铺。大小姐，林峰少爷在家里的处境很不好，不仅睡得不如家里的女佣，甚至连饭都常常吃不饱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林家家大业大，又没人苛待他，他怎么会连饭都吃不饱？我和林峰少爷接触1年了，他什么处境我再清楚不过。哦，对了，有1年春节，他的养父母送来了1盒糕点，林峰少爷当时很开心，但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也没吃那盒糕点，差点饿晕了过去。爸，这是我养父母给我们送的新年礼物，你们尝尝。林峰，家里不是有零食吗？你这样咋咋呼呼的跑进来，从哪学的坏毛病？大姐，什么不三不四的脏东西都带回来，丢出去！爸，这是我养父母亲手做的。怎么，我说话不管用了？以后少跟你养父母那群人接触，惹得一屋子穷酸气。
了。我记得那年春节，我也送了他一盒糕点，他难道没吃吗？您说的是这盒糕点吧？这糕点里面有花生，林峰少爷对花生过敏，但他一直舍不得扔掉这盒糕点，一直珍藏着它，有时候还对着它发呆。他竟然对花生过敏，还将这盒糕点珍藏了整整1年。林峰，那盒糕点给你，就当是你的春节礼物吧。谢谢姐，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这林峰究竟受了多少委屈？吩咐下去，立刻派人找到林峰，我要第一时间见到他。弟弟，你看谁来啦？林峰，王乐然、林峰、周强。王乐然和周强是我最好的兄弟，可惜前世我回到林家之后，被严厉要求不能和以前的朋友交往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没想到重回一世，我们居然能再次见面。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好了，哎呀，你们快坐。能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，这一世我们再也不要分开。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林峰，你离开林家的事，姐姐都告诉我们了。怎么，林家人又欺负你了？不错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帮你出气。不用了，你们有这句话我就已经很感动了。还有，我现在和林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讨好任何人了，我要过好我自己的人生。行，你做什么，我们俩都支持你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无论什么时候呀，我们都在。没错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对了，啊，这是我准备好的高考押题册，你们拿回去一定要背下来。高考押题册，哥们儿，你要参加高考？没错，对我们而言，高考是最容易改变人生的机会。想要主导自己的人生，就要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。你们还记得班主任说的那句话吗？当然记得。春宵有路终须到，金榜题名誓不还。耶！各位考生请注意，2026届全国高考即将开始，请大家有序进行。高考，我们来了！考试已经结束，请各位考生有序离开考场。林峰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压的那些高考必考题竟然全中了。林峰，这次我们家祖坟又要冒青烟了。先别急啊，要庆祝也要等具体成绩出来才行。走吧。林峰，你高考到底考了多少分啊？你搞得这么神神秘秘，我跟爸妈都不知道。姐，你别着急啊，等下午的庆功会，一切就都知道了。好啦，庆功会时间也快到了，爸妈还等着我们呢，我们过去吧。哎，姐，你和爸妈一定要有心理准备，我呀会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好，走。我们向南这次高考考了650分，比三模成绩还高了20分呢，真是不错。放心吧，爸妈，这次高考我超常发挥，肯定能拿下本市状元，为我们林家争光。好，到时候啊，你想要买什么，爸爸都给你买。那我先进去了。
去吧。怎么，林峰还不愿意过来？他现在甚至不愿意接我的电话。这不回来就不回来，省得给我们林家丢脸。我们有向南这么优秀的儿子就够了。妈，爸妈姐，我今天一定取得好成绩。林峰，爸妈姐姐，你们先进去吧，我一会儿再来找你们。好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。林峰，你终于肯回来道歉了。赵女士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今日来是来参加庆功会的。你也参加高考了？夫人，林峰少爷不仅参加了高考，还和向南少爷在同一所学校。那我怎么从来没有在学校见过他？回夫人，您一直给向南少爷开家长会，从来没有给林峰少爷开过。开家长会是要上台的，向南学习成绩好，不像林峰，只会让我丢人。妈，你妈说的没错，向南从小接受的都是顶级教育，而且他的成绩一向名列前茅。林峰，你倒要好好的反思一下，以你的成绩，最多也就考个大专。你确定林向南的成绩比我好？林峰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向南，但向南的成绩确实比你好，你还是不要在这方面跟他争了。我看你们林家是撅屁股看天，有眼无珠吧？就是，也不打听打听林峰的成绩，就林向南那个脑子，连他的手指头都不如。林峰，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是弱者的表现。欢迎全体师生及家长来参加本校的庆功宴。庆功会马上开始了，林峰，你好好看着，你和向南的差距到底有多大？欢迎大家参加本次高考庆功会。本次庆功会的规模远超以往，那是因为这次高考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好成绩，打破了云城甚至江州的高考高分记录，成为江州的高考状元。这次高分的创造者就是林建国先生和赵女士的儿子，感谢他们为我们学校培养了这么优秀一个人才。向南，这次高考状元真的是你啊？当然是向南，人家校长都说了，状元是咱们林家的儿子。向南，恭喜你啊！谢谢爸妈大姐，是你们教的好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高考状元的家人上台，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份荣耀。快，向南，我们赶快上去。向南，这次爸爸妈妈可是沾了你的光了，来，赶紧上去。林峰放心，不管你考多少分，你都是我们的骄傲。爸妈姐姐，你们放心，我一会儿给你们一个大惊喜。各位老师，各位领导，大家好。林先生你好，我代表学校感谢你，为我们学校培养了这么优秀一位人才啊。校长，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？关注学生的成长是我们这些做家长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儿子从小就是别人口中的孩子，基本不用我们操心。这次我们儿子超常发挥，看来文科状元非我们儿子不可了。不只是云城的文科状元，更是全国的文科状元，而且是我们江州的骄傲啊！当年他3个姐姐也只拿了个单科状元，没想到我们向南这么争气，看来我们林家是出了个高材生啊！向南做得不错，真不枉我对你寄予厚望。这点分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来，好，谢谢。各位家长，各位同学，今天我的爱子高考取得了650分的高考成绩，以及全国文科状元。我决定为江州高中再捐助一座图书馆，就以我爱子的名字向南为名。大家等一等，等一等。林先生，你说你儿子考了650分？是啊，校长，怎么了？不对呀，赵老师，把成绩给我调一下。本市高考状元第1名林峰701分。林峰才是高考状元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林峰和林向南都姓林，而且当时留的家长电话也一样，所以就抄错了。哦，对，这个林向南考了650分，是全校第2，林峰呢考了701分，林峰才是高考状元。林峰是高考状元，他的成绩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你这小子竟然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！来，让我们有请林峰上台。谢谢校长。这怎么可能？林峰怎么会比向南更厉害？好了，无论是向南还是林峰，谁得了高考状元，那都是我们林家的孩子。林峰算是聪明，继承了我们的基因，算是没给我们林家丢人。是啊，爸妈，林峰成了高考状元，一定会邀请我们林家人上台。这样吧，我们准备好状态，抓紧时间上台，和他共享这份荣耀。你说的没错，他之所以能成为高考状元，全凭我生得好，教得好。一会儿上台的时候，我可要好好说说他以前是多么顽劣，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把他教好。快看一下我的头发乱了没有？我其实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父母，以及我的姐姐。要是没有他们的支持与疼爱，我也取得不了今天的成绩。以后我会更加努力，成为你们的骄傲。让我们有请林峰的父母，柳山河先生、李芳女士，以及他的姐姐柳知音上台。林峰，你考了701分，难怪一直瞒着我们，这惊喜也太大了。你这孩子退学1年还能考出这么高的分数，肯定是又背着我们熬夜了。爸妈姐姐，我说过我会成为你们的骄傲。傻孩子，我们从来不要你多优秀，只希望你能健康快乐。这才是一家人呢。爸，林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才是你的亲生父母。你成绩这么好，不应该感谢我们吗？怎么跟这些外人拉拉扯扯的？坏人，林先生，你别忘了，你已经和我断绝父子关系，你们才是外人。他们是我的父母和我的姐姐。你怎么跟家人说话的？你知道林峰他在几班吗？你知道他退学后的每一次摸底考试成绩吗？你知道他为了进步每天熬夜学习到几点吗？你们说的是关心他，却从没想过他能考出好成绩，现在却说是他的家人，有这样当家人的吗？行了姐，和他们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回家吧。听说今年学校出了高考状元，肯定是我弟弟向南吧？向南这是怎么了？难道第1名不是他？向南只考了650分。650分还不是高考状元？那今年状元是谁？是林峰。701，林峰的成绩什么时候这么好？一直以来，我们都只关心向南的成绩，却从来没有人在乎过林峰。不对，林峰成绩再好，也不可能比向南考得高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。别管什么猫腻了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，状元是林峰，不是向南。爸妈，有时候偏见真的会害死一个人。林峰，这次高考放榜，你可算是扬眉吐气了，狠狠打脸了林家那个绿茶，还有你姐姐们。没错，我真该把他们的表情都录下来，好好欣赏。嗨，好了，你们有这份心帮我，我就已经很感动了。等了这么多天，高考成绩终于出来了，今天我们要好好吃一顿，
庆祝我们大获全胜！耶！我尝尝。这个好吃。姐，你带我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脏死了！林峰，真是天生的贱民，就知道吃这些廉价的脏东西。好狗不挡道，让开！林峰，你这几天去哪儿了呀？家里的人都很担心你。家，我已经和林家断绝关系了。林大小姐，那是你家，不是我家。林峰，你就别闹了，你跟我回去跟爸妈解释清楚。就算你成了高考状元，你这样爸妈也会生气的呀。林家那2位是我爸妈吗？他们配做我爸妈吗？林峰，林峰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这么白，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吗？和你没关系，让开！林峰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离开了林家之后，你还有一点点林家大少爷的样子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成了高考状元，也不能随便乱来。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脸面，难道就不能在乎林家，不能在乎下爸妈的脸面吗？你从始至终眼里只有林家，你管过我的死活吗？我在林家待了整整3年，你不闻不问。现在我离开了，你害怕我丢林家的脸，就又来找我了。我身体不舒服，你不关心我的死活，然而想的只有怕我给林家丢脸。林诗雨，你觉得你自己配让我回去吗？林峰，对不起，我是情绪太激动了。这样吧，你先跟我回家，我们回家再说。林诗雨，你非要把我逼死才好吗？林峰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林峰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别碰我！林峰，你就不要逞强了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我是一个从小从贫民窟长大的普通人，我高攀不起你们林家。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，别再纠缠我了，好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不要逞强了。难不成你要硬撑到死吗？我就算死，也和你们林家没有关系。林峰，林峰，林峰，弟弟，走，去医院。林峰，医生，你们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病人的姐姐。病人有着严重的胃病，幸亏底子好，要不然可就危险了。还有，话说你是怎么当姐姐的？病人正处于青春发育期，可是你竟然让他连饭都吃不饱。签字吧，签字啊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病人说，只有他姐姐柳知音才能替他签字。你们谁是柳知音？我是。签字吧。医生，我弟弟的病怎么样了？他没有太大问题，可以出院了。你跟我来吧。好。姐，你为了照顾我，还没吃饭吧？姐姐不饿。大姐，这是我亲手给你煮的鸡蛋。马上过来。可这是我亲手煮的鸡蛋。大姐一定是太忙了，所以没有理我。我以后也像大姐一样，能独当一面。林峰，医生说你营养不良，你跟大姐回家吧。大姐？你是谁的大姐？我在林家待了整整3年，现在这个样子，不都是你们造成的？你装装样子，就想让我继续讨好你，一不开心就关我禁闭，让我罚跪。不是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还是说，这些你们都玩腻了，又有新的花样？林大小姐，
你现在虚伪的样子，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林峰，别碰我弟弟，我嫌你恶心。这是3年来你们林家给林峰的所有生活费，1个月200块的生活费，一共是7200元。从今往后，林峰跟你们林家两清。林峰，你先别走。林峰，我只是想把这盒糕点给你，你看。大姐知道，我知道你对花生过敏，你放心，这次的糕点里面没有花生。我向你保证，你在林家受到的所有亏欠，我都会弥补给你。冰淇淋糕点，林大小姐还真是用心啊。不过，这个口味是林向南喜欢的，而我现在还因为肠胃不好站在医院。你觉得我能吃吗？对不起啊，林峰，我真是没注意。林大小姐，带着你虚伪的亏欠，滚！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林峰，滚！大小姐，你们林家对林峰做的所有事，我们来世再算。这个林峰什么态度啊？亏大小姐还想弥补他，简直就是个白眼狼！给我闭嘴！从今天起，你被开除了。大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大小姐，林峰，您放心，我会将你这些年在林家受到的所有委屈，全都调查清楚。什么？林峰晕倒了？这个林家简直欺人太甚，连一顿饱饭都不给林峰吃。爸，你别生气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啊。当初我们就不该让你回去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每顿饮食，妈妈都亲手给你做，给你好好补一补。妈，林峰，这个卡你拿着，里面的钱虽然不多，但足够你日常开销，别再让自己再饿肚子了。爸，这钱我不能要，你们把我捡回来，又对我这么好，我已经很感激你们了。哎呀，拿着，你一直都是我们的亲生儿子。爸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你逆子回来了，让他滚进来给向南道歉，否则别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。爸，林峰没有回来。你说什么？他没回来？哼，那就是身上的钱还没花完，花完了自然会滚回来。大姐，这糕点是送我的吗？还是我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味儿？你大姐一向最疼你，当然是给你的了。妈，林峰这些年在林家，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，对什么东西忌口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就想问问你。我们向南对芒果过敏，最喜欢吃草莓味的冰淇淋。林峰，妈，林峰对花生过敏，你别再忘了。我每天管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，不记得他的忌口又能怎么样呢？反正家里有做饭的阿姨，又不会亏待他。那你知道林峰住在哪里吗？你知不知道林峰他一直住在杂物间？你知不知道他因为没钱吃饭饿出了胃病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林家又不是什么小门小户，每天都有做饭的阿姨来送饭，怎么可能没饭吃？他肯定在撒谎。你去后厨问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会亲自揭穿他的谎言。夫人，我刚才已经问过了，他们会根据营养师的建议，专门为向南少爷制作3餐，来保证健康和营养。
他们也会根据向南少爷的需求制作甜点，就比如说向南少爷喜欢的冰淇淋和花生馅点心这些。那林峰呢？他的饭怎么样？他们说不认识林峰少爷。林峰是我们林家刚找回来的少爷，他们说只知道向南少爷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林峰这个名字。没听说过？那这么说，林峰在我们林家住了3年，连一口饭都没吃过？他一个乡下来的，一身臭毛病，突然来到咱们林家这种高门大户，我不也是怕他养成骄纵的性子吗？没钱吃饭可以自己做嘛。一顿饭都没吃过家里的，那他这3年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妈，要不以后就让我的厨娘给哥哥做饭吧，反正我自己也会做。给什么给？我们林家有这么大的厨房，米面菜什么都有，向南都能自己做饭，他林峰饿了不会自己做饭吗？再是装可怜，给谁看？夫人，您吩咐过的，说是害怕林峰少爷的穷酸气脏了家里的空气，除了客房和杂物间，不允许他去家里的任何地方。厨房他是去不了的。我找人调查过了，林峰这些年一直在学校的食堂吃饭，这是他的饭卡。饭卡？那这么说来，他这些年一直是有饭吃。我就说嘛，我们林家怎么可能连亲生儿子都没有饭吃？哼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我就说嘛，这不也是给他钱让他充饭卡有饭吃吗？他还说自己没饭，也不知道在哪个贫民窟学的坏毛病，还学会装可怜了。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回来。妈，你知不知道，这张饭卡里常年只有几10块钱，还是林峰自己勤工俭学赚的。他每个月吃饭的钱就只有这些。前段时间，妈觉得他上学没用，逼他退学后，他连这些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而这些才是我们林家给林峰的所有的钱。3年7200块，他1分钱没花，全都还给我们了。3年才7200块，我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啊！怎么可能这么少？我明明吩咐财务，每个月最少给向南5万，我这也是为了锻炼他，每个月让财务给他200块钱。他也是家里人，没饭吃可以自己做呀，没钱可以找财务支啊，又没人拦着他。夫人少爷，我想起林峰少爷应该是去找过财务的。我就知道。老爷，夫人少爷，这些是林峰少爷生病时没有办法坚持去找财务支的钱，收据都在这儿了。这怎么了？不是收据，是借条，还都是几10几块的，上面还写了还钱的时间。借条？妈，我就想问问你，这几10块钱、几毛钱都要还，林峰在我们家究竟是家人还是下人？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一直都是这样的。我劝过林峰少爷多向家里要点生活费，但是他说他想锻炼自己，不愿意给家里添麻烦。赵安，我们林家什么时候到了连这几10块钱都没有的地步了？你这妈到底是怎么当的？你这个爸爸怎么当的？你不也没给他钱？爸妈，这么多年我们家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关心过林峰。我真的很想知道这3年林峰在我们家是怎么过的。你这是在怪我？我是在怪我自己。如果我能早点发现的话，或许事情就不会是这个局面了。好了，都别说了，先把林峰找回来。林峰说的没错，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爸，我们不回家来这里干啥？傻孩子，这里就是咱们的家呀。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惊喜。欢迎大少爷。
爸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孩子，有件事我们一直都没告诉你。其实啊，咱们家是1000亿富豪。1000亿富豪？咱们家的老规矩啊，为了不让孩子们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，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要一直隐藏富豪的身份，直到18岁成人那年，才告诉他真相。本来想无论你考多少分，都给你好好庆祝一下，并且告诉你真相。没想到你居然考得这么好，简直是双喜临门。能有你这样的儿子呀，是爸爸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骄傲。来，看看这些礼物喜不喜欢？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改天咱们再去买。谢谢吧，谢谢妈。你们送的礼物我很喜欢，谢谢姐姐。你还知道雨露均沾呢。林总，这是林峰的旧手机，密码已经破译。林总，你一直待在公司，身体会吃不消的，还是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我第一次觉得那个家压抑的让人喘不上来气，而那样的地方，林峰却待了整整3年。你先下去吧。兄弟们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大姐，她叫林诗雨，人长得特别美，名字也很好听。不过我警告你们啊，千万不许打我姐的主意。傻子。现在是凌晨5点钟，大姐待会儿要去开早会，我特意为她准备了爱心早餐，她见到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我记录一下，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。大姐，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早餐，你尝一尝。向南最近在减肥，家里不许出现荤腥食物。拿去倒了。大姐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我大姐今天又谈成了一个大项目。她今年才28岁，就已经是国内最知名的企业家。新闻上好多她的报道，我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，我都快会背了。以后大姐就是我的榜样，我也要像她一样，成为一个优秀的人。哎，对，今天是春节，大姐还在公司加班，所以我亲手给她做了糕点送过去。嘿嘿，兄弟们，你们不知道，大姐对坚果过敏，也不能吃芒果，和我一样，嘴巴挑得很，所以我就给她做了苹果馅的。苹果，我就祝愿她平平安安，幸福快乐。原来那盒糕点是他亲手做的。哎，先生，没有预约，您不能进去。保安大哥，我是你们林总的弟弟，我来给他送新年糕点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林总的弟弟只有林向南一个人，你是哪来的野小子？去，打凉快点，待着。林总，大姐，今天是春节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回去。我真的错了。林峰，我教你做的新年糕点，你家人喜欢吗？喜欢，我们全家都喜欢，尤其是我大姐，全都吃光了，还夸我手艺好呢。都是我的错，我真的错了，是我对不起林峰。妈，你看弟弟这几天气色都好多了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
这几天呀，各大高校的领导都快把咱家门槛踏破了，都争着抢着让你弟弟去他们学校呢。林峰，这么多高校都同时向你抛出了橄榄枝，你的意向是什么？爸，我要是报一个中庸的学校，您不会生气吧？我生什么气啊？我相信我的儿子不论在哪里都会发光发热，成为一个优秀的大人。哎呀，我们家就是典型的重男轻女。我当初啊也想学习艺术学，可谁知道有人把我的志愿给改了。你说的对，咱们家就是这么没有人权。让你学经济，就是为了让你努力赚钱。万一哪一天林峰不想工作，不还得靠你养着他吗？没错没错，你挣的少了可不行，还不够林峰买套西装的呢。弟弟，你看，你才是爸妈亲生的，我就是个捡的。姐姐别难过，以后弟弟当大设计师养你。你想当设计师？对啊，我们家是做珠宝设计的，我又对画画很感兴趣，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想到大学要报设计专业。哎，好，爸爸呀，正准备把你以前画的那些设计稿全部做出来，给你办一次设计展，全力支持你的梦想。爸，那都是我小时候随手画的，你要是都做出来，多浪费钱啊！再说了，我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谁会来参加我的设计展？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有姐姐在，你的设计展一定宾客爆棚啊！吃饭。少爷，外面有位自称是您大姐的人想要见您。大姐，林峰的养父母条件这么好吗？林峰，你肯出来见我们了？有话直说，我和林小姐可不熟。林峰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糕点，我还特意调查了你的口味，我知道你喜欢凤梨味儿。林小姐，少摆出一副讨好我的样子。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吃不饱的林峰了，也不需要你的关怀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叫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所以，带着你虚伪的好心，滚！林峰，大姐好心给你做糕点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让开！来人！林峰，请两位林小姐出去。林峰，你别忘了你姓什么？你难道不想回林家了吗？段情书我已经签好给你们了，从今往后我姓柳，不姓林。林峰，大姐，你胃病犯了，快把胃药给吃了。这林峰真是太过分了！你为了给他做这几块糕点，整整一天都没有吃饭，累得胃病都犯了，他竟然丝毫不领情。这不怪林峰。姐，林峰态度这么差，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？这个手机是林峰的，等你看了上面的内容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对林峰。姐，李医生，你姐没事，只是胃病犯了，加上情绪激动，这才晕过去的，让她休息休息就好了。李医生，麻烦你了，治疗胃病这方面你是专家，我信你。这林峰真是太过分了，这态度明显没把我们当姐姐，更像是仇人。这个手机是林峰的，等你看了上面的内容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对林峰。今天拍全家福，听说拍了全家福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二姐，马上就要拍全家福了，你怎么还穿着你这身破校服？我一会儿拍照你站边上，
别破坏我们拍全家福。很漂亮。来，各位看镜头，保持微笑。我曾经对他说过这么残忍的话。林峰，你不是说要拍全家福吗？怎么没见你发照片啊？哎呀，那天突然下雨了，拍全家福的计划就全泡汤了。不过二姐怕我失落，特意安慰我说，即便没有全家福，我们也是一家人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她是我二姐，叫林书瑶，是个温润如玉的江南女子。她对所有人都很好，对我更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事，我二姐可是江州有名的神医圣手。虽然这个称呼是我封的，但是我二姐奖杯特别多，她还参加过学术论坛，上过电视。今日新闻第12期27分由我二姐采访，你们一定要看啊！林峰，你怎么进我书房？二姐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这些奖杯和奖状，向我朋友们炫耀炫耀。出去，以后我的书房你不许进。哎，知道了。林峰，原来是我们把你变成现在这样的。我二姐有洁癖，不喜欢别人随便进她书房，我以后可要谨记。我二姐吃水果只吃些好的。二姐，您工作辛苦了，吃点水果吧。以后她的水果我全包了。为了和二姐有共同话题，我每天晚上熬夜看医书。二姐，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医书里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听得懂吗？医学真是太难了。二姐能把这么难的东西都攻克了，简直是太厉害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以前不可能对她这么差。对了，听说我姐最近要做研究，在苦苦寻找一味极其罕见的中药。姐，你知道这味中药在哪儿吗？好像西郊的野山上有人见过，但是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你该不会要去找这味药吧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放心姐，我不会去的。傻子，可是你还是去了，还弄了一身伤回来。这个病人注意一下。好的，林医生。姐，这是你需要的草药，我帮你找到了。我不需要，以后别来我工作的地方。林医生，这个男生是谁啊？保姆的儿子，来送东西。原来是我做错了。林少爷这段时间调养的不错，各项指标都有恢复正常，以后饮食上注意忌辛冷辛辣。我记住了，谢谢医生。谢谢医生。好，走吧，姐。走。林峰，我听说你来了医院。放心吧，我离开林家身心愉悦。我昨天说话有点重，给你道歉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姓林，就还是一家人。林书瑶，你不会认为你装模作样给我道个歉，再拿所谓亲情道德绑架我，就能让我乖乖跟你回家，继续让你们践踏我的尊严吧？林峰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有人吗？救救我的孩子！有人吗？救救我儿子！我是医生，把孩子交给我。把他头抬起来。
你按错位置了，你这样会害死他的。林峰，现在人命关天，你有情绪待会儿再发泄。二姐先给他止血。如果患者是成年人，你没有按错，但是他是小孩子，你按住了他的呼吸道。姐，手放在伤口上面，靠旁侧上端，不要压着呼吸道。你什么时候会的医术？在你嘲讽我听不懂医学知识的时候。当初为了讨好你，林峰一个人上山挖草药，结果从山上掉了下来，幸亏他福大命大，要不然早死了。你作为医生，救过那么多人，送他去但我想问问，我弟弟在你们林家饿得半死，营养不良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他感冒发烧，一个人躺在杂物间，快病死的时候，你又在干什么？姐，算了，不用跟他说那么多，我们回家吧。我等着林家后悔的那一天。二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心不在焉的？大姐，今天在医院遇到林峰了。林峰，他出什么事了吗？他比在我们林家的任何时候看起来都要好。大姐，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对林峰太不公平了？林峰是我们的亲弟弟，却和我们分离了整整15年。好不容易回到林家，得到的只有我们的漠视和偏见。向南高考失利，心情不好，爸妈就带他出去旅游散心。可是林峰受了再多委屈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关心他。我今天在医院看到他救助一位病人，手法熟练，沉着冷静。当时所有围观的人都为他鼓掌称赞他。可是哪怕林峰这么优秀，在我们这儿也没有得到过一句称赞和鼓励。是啊，如果我们能早点发现这一点，说不定现在林峰或许对这个家还有一丝留恋。是啊，可惜一旦有了裂痕，就再难修复。我说大姐、二姐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个两个全向着野小子说话？他究竟给你们灌什么迷魂汤啊？知画，林峰是我们的弟弟，而且他很好。我很清楚林峰是什么样的人，不管以前还是以后，我林之画的弟弟只有林向南一个。林之画，林峰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真的了解吗？这个土包子怎么也会来参加酒会啊？听说他想学设计，他姐就专门带他来参加酒会，为他引荐设计圈的各个大佬。浪费资源，他会画设计稿吗？你可别小瞧他，听说设计界的顶级大佬埃斯顿先生看了他的作品，也十分的满意，甚至还要去参加他下一周的珠宝展览。到时候你也没通告，要不要也去看看？不去。你今天不是有通告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今天在珠宝交流酒会上看到林峰了，听说他要报考设计专业，还要举办个人珠宝设计展，就连设计界顶级大佬埃斯顿都对他的作品十分看好。没想到林峰不仅会治病救人，还会珠宝设计。看来还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太少。就算他再优秀，我也不接受他是我弟弟。当初我发生车祸，他见死不救，从那时起，我就没有这样一个恶毒自私的弟弟。这是林峰那部被你抢走的手机，你还没有看过里面的内容吧？我闲的没事看他手机干嘛？
手机里有你要的答案，你抽空看看。我绝不可能看他的手机。哼！谢谢你，在我发生车祸差点失去双腿的时候，一直鼓励我，希望你能一直幸福快乐。难道当时鼓励我要振作的人是他？这不可能！当初林峰在我发生车祸时丢下我不管，他怎么可能是在车祸后一直默默鼓励我，让我重新站起来的人啊？我警告你，今天是春节，我是怕你磨磨蹭蹭耽误大家吃团圆饭，这才来接你放学，别自作多情。谢谢三姐。三姐小心！三姐，三姐你别睡！求求我！三姐，我这就找人来救你。不要走！只是出去了一趟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三妹的腿，可能一辈子都要坐轮椅了。林医生，外边有个叫林峰的男生，想进来看看。让他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他，我就不应该去接他。都是因为接他，才害我变成这副鬼样子。要不是他当时丢下我逃跑，我怎么会差点残废？他绝不可能是一只鼓励我的幸运熊。Hello， 林之画你好，我是把快乐传递给每个人的幸运熊。这样能鼓励三姐做康复训练吗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只要有一线生机，就都要试试。来，林之画你好，我是把快乐送给每一个人的幸运熊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一定可以站起来的。耶！当时鼓励我的人真的是他。林女士，这副药一定要按时吃。按时吃就能让我的腿重新站起来吗？滚！你都给我滚出去！我要一个人待着。别动！你是谁啊？我是把快乐送给每一个人的快乐熊。只要你相信自己，你一定可以站起来的。滚！活着就已经很万幸了，能陪在家人身边就已经是很好。所以今天要试着活下去，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好。
没关系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当时鼓励我的人，如果真的是他，那他为什么见死不救？当时鼓励我的人，如果真的是他，那他为什么见死不救？该死！手机竟然在这个时候没电了，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三小姐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？林峰的房间在哪里？最里面左手边第2个房间。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林峰竟然一直住在这种地方。我的三姐林之画开过环球演唱会，演过无数电视，是名副其实的大明星。我和所有人一样喜欢她，是她的粉丝。网上竟然有黑粉骂三姐不好，气得我和黑粉对骂了一晚上。我收集了三姐所有海报，虽然把钱花光了，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。三姐要开演唱会了，在舞台上的她简直光芒万丈。三姐出了车祸，医生说她可能再也站不起来。好在她已经开始做康复训练，希望她能早日康复。之画，你能重新站起来，简直就是奇迹啊！二姐，你快帮我拍张照，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一直鼓励我的幸运熊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想看到你。三姐，我来给你送粥。一定不能让三姐知道离开她是为了救她，就让三姐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活下去吧。林峰，爹爹，我还以为是林峰回来了。大姐，当初我发生车祸差点残废，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要想知道答案的话，就得去当初的医院看看。李小姐，3年前发生车祸，是一个男生救的你。三姐，三姐，三姐，你别睡！三姐，我这就找人来救你。别走！你别走，我姐还在车里，你救救她，别走！喂，120吗？我在建设路发生了车祸，我姐姐还在车里，你们快来救她！哎，这辆车在漏油啊！一旦发生爆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咱们快走吧。幸好那个男生把您背出漏油的车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那个男孩浑身是伤，神志已经不清了。
但嘴里还念叨着先救姐姐，先救姐姐。三小姐，你有这样的好弟弟，真是福分啊！是我误会他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大姐、二姐，弟弟当时没有抛下我，他没有抛下我，是我误会他了，是他救了我的命。我和大姐知道。你们不知道，你们不知道，当初那个一直安慰我，给了我活下去希望的那个幸运熊，就是林峰，是他一直鼓舞我，支持我，让我重新站了起来。可我做了什么？我帮着向南一次次的伤害他，我真不是个东西。我们又何尝不是呢？而且，其实林峰没有打向南，是向南自己不小心撞破了脸，我就帮着向南嫁祸给了林峰，害得爸妈把他赶出了家门。我现在就去找他们，把一切说清楚，让他们把林峰接回来。不用了，人的偏见一旦形成，就很难再消除了。再说了，林峰现在一定恨透了我们。不会的，我当时那样对他，他都愿意帮助我复健。现在我们都知道错了，他一定会原谅我们的。是啊，只不过当时的他，还渴望得到我们的爱。林峰，你爸妈竟然真的把你小时候画的设计稿全都做出来了，还专门为你办了展览，他们对你也太好了。我听说这个展厅只有设计界的大人物才能办展，没想到你姐都搞到了，太宠你了吧？唉，曾经的我太笨了，错把真心放在了不值得的人身上。所幸我现在醒悟了，以后我要变得更加优秀，好好报答我的爸妈和姐姐。哎，这展览马上就开始了，走，咱们再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。哎，走。走啦。大姐，还是没有林峰的消息吗？大小姐，林峰少爷找到了，在珠宝展厅。好，我马上到。走。这好看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它的设计理念啊，是当时我根据一本书里面学的。是这样。这林峰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耀眼了？林峰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要是来找茬就趁早滚蛋。本小姐可不像林峰那么好脾气。林峰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发生车祸时是你救了我，还有那个幸运熊也是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告诉你们有用吗？你还记得你们当初说的什么吗？为什么断腿的人不是你？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林医生，你弟弟的伤又渗血了，你快给他看看。没死就行，让他滚出去。大姐，我求你，我想看三姐重新站起来，你不要赶我走，好吗？林峰，你就不该回家，你给我滚！看样子你们想起来了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滚吧。滚！林峰现在恨透了我们，他恐怕很难原谅我们。二姐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林峰现在看我们就像看仇人，已经不是当初刚来林家时的林峰了。他现在有多恨我们，就证明他之前对我们付出了多少。恐怕只有时间才能淡化这一切。林峰，你姐姐对你也太好了，为了不让你的设计展冷冷清清，竟然请动了这么的大人物。你们不也利用了人脉，帮我找了不少人吗？哎
你都知道啦。林峰，我们只是邀请了他们而已，真正让这些大人物过来参加展览的是你那些出色的作品。没错，林少爷的作品实在太棒了。艾斯顿先生，您是珠宝设计界的泰斗，能来参加我的珠宝设计展，晚辈实在荣幸。林少爷，我对你的设计天赋十分的看好，想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，不知林少爷是否赏脸？艾斯顿先生，能加入您的团队是所有珠宝设计者的梦想，我愿意。太棒了！高考状元林峰于今日举办珠宝作品展，大获成功，被收到珠宝设计界顶级大佬艾斯顿邀请，加入艾斯顿珠宝设计团队。18岁举办国际作品展，获得行业顶级泰斗的青睐，这样的成就恐怕无人能及啊！不止如此，时尚圈都在讨论林峰的作品展，甚至有很多顶级品牌都迫切的想要和林峰合作。我们家就是做珠宝生意的，爸妈和向南迟早也会知道这件事，不知道他们又会有什么反应。什么？最近那个轰动全国的天才设计师是林峰？没错，我们才出去旅游了一圈，他就成了名震天下的天才设计师了。从前我们没人发现林峰的优秀，如今他已经离开林家，已然不再收敛自己的光环。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，这次展览会恐怕也是借助我们林家的名头，才会被捧得这么高。可事实是，林峰对外从未表露过和林家的关系。这次的展览会，也是他的养父母给他办的。爸妈，其实林峰没有打向南。行了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向南，听说你也喜欢设计，正好你妈妈呀是这方面的专家，赶快把你画的设计稿给你妈妈看看。好，是爸。向南，这些都是你画的啊？画的还有瑕疵，肯定是比不上哥哥的。依我看，和林峰的水平不相上下。真不愧是我的宝贝儿子。对了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我给你们准备了礼物。大姐，这个是我给你带的围巾。二姐，这个是我从国外专门打造的针灸。还有这个，三姐，这个是你一直喜欢的耳机跟耳麦。那林峰的呢？没有他的。反正爸送给我很多礼物，要不就把这套运动礼服送给他吧。向南，林峰是林家名正言顺的大少爷，他不该捡你不要的。还有啊，你不要忘记了，向南这个名字本来也是属于林峰的。庆祝林峰首次作品展大获成功，干杯！干杯！耶！展会结束了，过一段时间才开学，那你打算干嘛呀？姐，我答应了艾斯顿先生，等我大学毕业就加入他的团队。现在我要尽我所有的能力提升自己实力。那既然如此，这段时间就来家里的公司工作吧，就当积累经验。好，哎呀，我们先不说这个，我们快吃，你们尝尝这家烧烤味道怎么样？林峰，你说你一个富二代，怎么吃烧烤都吃得这么香？那说什么呢？是啊，我1个月前差点在路边饿死，现在能坐在这里吃着烤串开心大笑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说起这林家我就来气，他们简直不当人。没错，我觉得呀，必须给他们点教训。以后啊，咱想笑就笑，
想吃就吃，有姐罩着你，没人敢欺负你。知道了，姐，谢谢你。你说什么？我的作品被举报了？太过分了！要是让我知道谁举报的林峰，我一定把他扒皮抽筋。就是，去处理一下。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，据说你的作品涉嫌抄袭啊！我想，我应该知道是谁。哎，林大少爷，去哪儿啊？林峰，又不是我举报的你，你找我茬干什么？林向南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就自投罗网了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蠢。蠢的人是你，亲生父母不要你，亲生姐姐也讨厌你。现在你就算知道是我举报的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要不提醒我，差点忘了。姐，车借我用一下。好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爸妈爱我，你3个姐姐也信任我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就算是你死了，他们在乎的也是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够了，林峰！早知道你是这种秉性，我就不应该从贫民窟把你接回来。你非要杀了向南才甘心吗？我警告你，如果向南出了任何问题，我饶不了你。向南都这样，你还怎么样啊你？给我滚出林家，滚！你爸妈爱我，你3个姐姐也信任我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就算是你死了，他们在乎的也是我。你要干什么？林向南，原来你也知道害怕，那我就再告诉你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可就不踩刹车了。喂，林少，老子现在就在你们林家门口，要是再不还钱，老子就进去跟你的养父母聊聊。不要，不要！老子再给你最后一晚，如果还不上2000万债款，就去问你养父母要。只要能还上债款，偷钱也无所谓啊。反正这么多年也没人发现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向南想跟着我学设计呢，这几天我专门去各大高校实地考察一番，终于选出几个不错的院校。今天晚上让向南选一个他最喜欢的。您对向南少爷可真好。哎，向南呢？向南少爷从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楼上，好像是遇到了什么事。我去看看他。好。保险密码果然是我生日。向南，向南，向南，
啊，妈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我给你选了几个不错的学校，你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。啊，都可以。向南，你身上藏的什么？啊，没什么呀。妈，这是什么？我，你拿我项链干什么？你拿它干嘛？妈，对不起啊，妈，我只是觉得这个项链好看，我想拿出去跟别的其他女生炫耀。对不起妈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向南，你糊涂啊！之前林峰在家的时候，家里丢的东西，是不是也是你偷的？那不是的，妈妈，那可是林峰偷的，我真的是拿过这一次。今天的事，我会跟你爸说，晚上你给他解释吧。不要妈，你不能告诉爸爸，我会被赶出家门的。妈，你先把项链给我，你听我说，妈，你别动，给我，向南。不知道大姐，我好害怕。志宇，别再逼问向南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你妈妈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患者头部遭重创，颅内积血压迫神经，虽然抢救及时，但后续情况还需要慢慢观察。那他会醒过来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妈妈到底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这个还不太确定。但是，以患者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就算醒过来，大概率也是植物人。大家往好处想，也许等妈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知道那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是啊，医生只是说大概率，说不定妈妈还是有机会醒过来的。爸，我实在是担心妈妈身体状况，而且大姐、二姐、三姐工作都因为太忙了，就让我留下来照顾妈妈吧。好，那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。毕竟妈妈从小把我带大，孝敬她也是应该的。林峰这脾气也该闹得差不多了吧？你们的母亲现在危在旦夕，立刻通知她滚过来探病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林峰。大家好。全国高考状元竟然来我们公司工作了。听说他前不久才办完个人设计展，还收获了顶级大佬埃斯顿的青睐。没想到我竟然有幸和他成为同事。你们看，站在他身边的人，竟然是咱们柳氏集团继承人刘总。林峰是我弟弟，麻烦大家多多关照他。刘总秀的也太宠溺了吧！全国高考状元，18岁办个人展，被设计界顶级大佬埃斯顿亲自邀请加入团队。还有刘总这样温柔的姐姐，这样的人生谁不让人羡慕？大少爷，您呢？就坐在那个位置吧。谢谢主管。姐，我要工作了，你去忙吧。中午一起吃饭。好。大姐，林峰竟然在柳氏集团工作。是，
根据调查显示，林峰已经在这儿实习1周了。之前林峰来公司找我，还被保安赶了出去。现在就算没有林氏集团，林峰也不必仰望任何人了。走吧。你好，我们来找林峰，有预约吗？我们是林峰的姐姐，家里面出了点意外，想带他回去。你们是林峰少爷的姐姐？我是林氏集团的林诗雨，是林峰的亲姐姐。我们刘总特地交代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，尤其是林氏集团的人。你们请回吧。你，大姐，林峰过来了。哟，这不是高高在上的林大小姐吗？怎么，也有弯下腰的这一天？林峰，妈出了意外，她从楼梯上摔了下去，你跟我们回去看看她吧。求恩，林峰，她可是生你养你的母亲，她现在出了意外，我求你了，你跟我们回去看看吧。她是生了我，但这份恩情我已经还过了。但你们说她养过我，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林峰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怎么说？那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说？我告诉你，别想用你们口中所谓的亲情道德绑架我。生而不养，断指可还；为生而养，百世难还。谁对我好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现在的家人只有我的养父母和我的姐姐。林峰，之前是我们不对，大姐跟你道歉，但我求你了，你跟我们回去看看妈吧。是啊，林峰，二姐也给你道歉，我们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妈现在病得很重，二姐求你跟我们回去看看她，别让她伤心好吗？林峰，三姐也求求你了。你们有心吗？我最后再和你们说一遍，不光是她死，就算是你们林家全死光了，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妈，我也不想看到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可是我是真的害怕爸知道我的秘密啊。我好不容易从孤儿变成了林家大少爷，才享受了10几年的幸福生活，我不想就这么轻易毁掉。您平日里那么疼我，相信一定会理解我的，对吧？妈，您就好好这么躺着，千万不要醒过来啊！儿子我呀，就照顾您一辈子。别人醒了，别人醒了！妈醒了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林夫人福大命大，如今能醒来，应该就慢慢恢复了。妈，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您说什么？林峰，妈说要见林峰。你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林峰现在在哪儿？林峰对我们林家恨之入骨，肯定不会回来的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不是自己身边从小养大的，总是养不熟。爸，你消消气，我哥他应该是真有什么要紧事耽误了，不然妈10月怀胎把他生下来，如今重病他却不来，那不就真成白眼狼了吗？有什么事儿比你妈的命更重要？我看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早知道，当年我就不应该同意你妈让他回林家。爸妈，既然你们的亲生儿子已经找到了，那我就从现在的房间里搬出去吧。反正我也是一直霸占别人的东西。什么霸占不霸占的？你从小就身体弱，现在房间向阳，阳光充足，最适合你。怎么又咳嗽了？妈带你回房休息。走。妈，那我住哪儿？
你先住仓库吧，回头再说。快去休息。不是这样的，林峰没错，错的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他要是再不回来，这辈子就别想回林家。大姐，咱们把林峰的养父母约出来，这个办法能行吗？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大不了我们等会儿多给他们点钱。我们只是想要林峰去医院看看妈，他们应该不会不同意。3位小姐，你们等的人来了。坐吧。叔叔阿姨，我是林峰的亲姐姐。哼，我知道，就是你们不给林峰房间住，不让林峰吃饭，还冤枉他偷东西，给你们家那个养子道歉。说吧，找我们什么事？啊，今天请2位过来，是想请2位帮忙劝劝林峰。我们的母亲病重，十分想他，想请2位帮忙劝林峰回家。恕难从命。刘先生，林峰是我们的弟弟，你们凭什么不让他回林家？林峰，就凭他们是我的父母，是我林峰唯一的亲人。爸妈，我们回家吧，姐姐还在等我。林峰。对了，我告诉你，凭什么？就凭林峰是我们捧在手里宠着的儿子，你们想接着欺负他，我柳山河不允许。大姐，柳山河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现在不用考虑这个，妈还在医院等着林峰。可是林峰连认都不认我们，他会跟我们回去吗？不知道。林峰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妈爸，我和林家还有些事情要说清楚，我要回去一趟。哎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要是受了什么委屈，就给爸妈说，爸妈给你撑腰。谢谢爸妈。走吧。林峰，你还没走啊？你们不是想让我回去看望一下吗？我跟你们回去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希望你们到时候也能笑出来。妈，林峰来看你了。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林家的好处，最后还是来了。别自作多情了。我今日来，是想告诉你们一个真相。我今日来，是想告诉你们一个真相。13年前，林建国把我丢在了孤儿院。1个月后，又从孤儿院抱回了林向南。13年来，林建国多次去墓地祭奠一个名为陈小青的女人。赵女士，我说的这些，您似乎已经猜到是什么了。哥，妈现在还在病重，你要是再无理取闹的话，我就请你滚出去。一个小3生的东西，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学会闭嘴？林峰，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小南是小3生的儿子。没错，是林建国和小3生的儿子。林建国，你这一招狸猫换太子，真是太厉害了。胡言乱语，林峰，你这是疯了吧？这种谎言你都编得出来？好啊，那就给你们看证据吧。
峰真的是被你送走的？你真的背叛了吗？和别的女人生下了林向南？没错。你，赵婉，替小三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，并且把亲生儿子赶出家门的滋味，怎么样？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当年我明明答应你跟陈小青不再继续来往，而你也承诺放他离开，结果呢？结果我等来的却是死亡通知书，还有个4岁的儿子。我倒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哼，我就是要让你的儿子给他赎罪。精彩，真是太精彩！林向南，回首看你这处心积虑的10几年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可笑啊？像个跳梁小丑一般。还有你们3位林家小姐，你们心中伟岸的父亲，其实就是一个抛妻弃子的混蛋。信念感崩塌，这种感觉不好受吧？还有你们上一辈子的恩怨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凭什么这个仇恨让我一个人承受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不过，这场闹剧今天也该彻底结束了。林峰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进来吧。这是一份断绝关系书，由柳氏集团法律部拟定。从今天起，林峰少爷跟你们林家断绝关系。他已经在上面签了字，还请林家家主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。不行，林峰，我知道你这些年在林家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毕竟我们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。想断绝关系，不可能。那就动手吧。小芳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从今天起，林峰少爷跟你林家毫无关系。林总，保重。走。逆子！爸，这一切跟林峰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要让林峰承担一切错误？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错就错在是赵婉的儿子。既然你这么恨林峰，当初为什么要接他回来？我在向南身上投入大量时间、金钱还有精力，我想他能成为一个对林家有用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单纯善良、娇生惯养的富二代。林峰是我亲自为向南挑选的磨刀石。林峰也是你的儿子。哼，谁对林家有用，谁才是我林建国的儿子。我既然选择了向南，向南就是我林建国唯一的儿子，是林家唯一的大少爷。报应，报应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！柳氏集团对外宣布永远不跟我们合作，现在我们公司90%以上的合作方都要解约了。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没事。柳氏集团是首富，为什么针对我们？是，我知道原因。林峰的实习公司就是柳氏集团，刚才过来的律师也是柳氏集团的律师，还有他之前办过的展览，我调查过，都跟柳氏集团有着紧密的联系。所以，柳氏集团是为了林峰，才处处针对我们林家。爸，医生说你是一时怒火攻心，你以后可千万不能再动怒了。没事儿，公司的合作怎么样了？昨天让林峰那么一闹，
几乎所有的合作商都取消了合作。不过爸，柳氏集团即将为柳家大少爷举办一场庆功宴，到时候我只要在宴会上好好表现，得到柳董的青睐，一定会让咱们林家重振旗鼓的。算了，向南，别再去了。您这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也觉得我不如林峰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再受伤。我会证明你的选择没有错的，我一定不会输给林峰。向南，爸，你快看看这个。近日，首富柳家集团将为柳大少爷举办回归宴，欢迎江州各界的权贵来参加我柳家专门为儿子举办的回归宴。下面有请我的儿子上台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峰。什么？林峰的养父母居然是首富？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可别吓我们，妈已经这样了，您再倒下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爸，你躺好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不用了，我早已经是癌症晚期，我已经时日不多了。什么？林峰，没想到他所在的柳家，竟然是首富柳家，藏得真深呐，藏得真深。爸。我想在临死之前再见林峰最后一面。爸，林峰现在已经和我们家彻底断绝关系了，现在去哪找他？是啊，爸，林峰现在已经是首富继承人了，更加不会理我们了。周兰，爸，你先看看这个。爸爸妈妈，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看到这个视频。这即将是我能陪伴你们度过的第3个春节，可能这次又要我自己一个人度过。爸妈，你们在听吗？我真怀念小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我经常坐在爸爸的肩膀上，可以看得很远很远。只要有爸爸在，无论我做什么都不怕，因为爸爸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，照顾我。我记忆中的爸爸总是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给我。爸爸在公司雷厉风行，生人勿近，但在我生病的时候，却总能陪在我的身边。还有妈妈，每次我生气的时候，妈妈都会给我做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，但我做过很多次，都和我记忆中的味道不一样。妈妈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我多想再尝一尝您给我做的红烧肉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始终生活在一个充满阳光、充满活力、充满爱的家庭，真的很幸福。爸，是不是因为我不听话，所以你才会不要我？我改，这些问题我都去改。但是为什么我明明已经很乖、很听话了，你还是不要我？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？那个曾经爱我、护着我的爸爸妈妈去哪儿了？我真想回到小时候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再陪我过一个春节，好吗？林峰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。林峰，小峰，是我对不起你。